美国新任的国务卿鲁比奥主持美国、日本、印度、澳洲四方安全对话，会后是联合声明强调讲，强烈反对用任何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手段改变现状。虽然无讲是中国，但是外界拢认为这就是在针对中国。另外，中共今年第4届对台这片联合战备警巡，41架军机军舰来出动，也有1架无人机射台湾一列。 日本外务大臣严岳业、印度外交部长苏吉生、澳洲外交部长吴英贤做伙翕相。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展开外交第一步，就是主持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会谈。 扩大外长会议以捍卫印太主权领土完整。会后联合声明讲，强烈反对任何想要用武力，也是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。无点名倒一个国家，不过外界解读是针对中国。中共嘛一直有军事动作，今年已经4届对台湾展开联合战备警巡。 国防部23发布查到中共主副战机、无人机拢总35台，其中27台飞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北部、西南甲东部空域，也佫出动无人机对台湾形成包围网，国家强拦6架绕台。学者分析，川普2.0展现美国联合印太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挑战。 我并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种强硬的发言跟发言，还有一些动作，我就对台海议题上面会有所改变。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，其实在短期之内啊，似乎会有所谓的和善，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蜜月期也好，就长远的来看，还是这种负面竞争的这种紧张关系。那是海基会要伫2月初3举办台商春节活动，邀请台商返来台湾食春酒。按过6委会23点名对华代办真侪个走动，对无优先的做法表达不满。在大陆各城市、各省市的这个台商，所谓的台商协会，他的秘书长或者是可能都是当地的台办人员兼任。每一次我们在办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，劝阻台商，会长、副会长等等不要回来。针对中国宣布会予福建、上海居民团队来台湾佚佗，甚至伫过年后来台，杨文杰表示，两岸观光长真侪年，有真侪事项需要靠观光小量会来沟通。咱方的代理会最近会联络海理会展开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